伫嘉义的六卡乡呢，进前是有民众伫水沟啊去捡到一只龟，也毋过伊的龟壳呢是互塑胶甲填条咧转变形，亲像是葫芦共款。有学者表示讲，这就是咱人制造粪扫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上好的证明。它被这个塑胶套、保特瓶可能缠好几年。是保特瓶吗？对，我把它剪开。用加刀甲乌龟身躯顶面的塑胶套偷互开，这只乌龟因为当时甲互塑胶套啊箍掉咧，所以龟壳已经变成亲像一个葫芦。嘉义大学的教授讲，这种乌龟是台湾原生种的绿地乌龟之一，龟壳会安尼变形，表示塑胶套啊伫乌龟的身躯已经真长的时间。我们台湾有5种的延伸龟类，那这个斑龟是我们台湾的5种延伸龟类之一啦。那种体型看起来至少10岁以上应该是会有的，大概3到5岁的时候，这个时期啊比较可能在穿着的时候穿进去的。这只乌龟是民众挖厝附近的水沟仔捡到的。民众表示，借这个机会，除了救动物以外，嘛顺续甲囡仔环境对野生动物的影响。我们人类乱丢垃圾，然后导致它有可能小时候贪吃，钻到这个里面去之后，然后就爬不出来，然后一直伴着它长大，从小只乌龟长到大龟。应该到5到10年，大概30几公分的那只乌龟，对，可能已经被它束缚10几年了。嘉义大学教授表示，这种乌龟的生活范围甲咱人相远，所以自然环境当中的粪扫对这种乌龟来讲，嘛较会造成影响。要避免这种悲剧一再发生，就是咱家己爱重视自然环境，才会当减少咱对生态造成的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